在气愤，出口来泄愤。哪位部长那么笨，硬要学习找疑问？改朝换代，我们只是了西蒙。承认统考，华社听到都兴奋，样样都要有腾，说话又不承认，回头是岸，不丢臭蛋，聆听民生，以民为本。赵一文，金华校，华社说不要，恶评已如潮，股民火气三丈高，当官丢换了头脑。西蒙政府迟迟未承认统考，硬要华校学赵一文真好笑。华社如今知道火箭已不可靠，回头是岸，反对深蓝，保卫华侨，保卫华